喂喂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，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、最獨家嘅賽事大解剖啦！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4月26日星期日沙田日馬第10場第3班1600米呢場重頭戲。沙田 A 跑道出名闊大好衝，實力同後勁就係王道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地獄判官呢3隻伏馬，神仙都難救。4號星幻，沙田1062檔，加上隻馬本身近績已經低迷，落腳慢兼無前速，喺咁惡劣嘅檔位之下，無論配邊個騎師操刀，陣上形勢都會極度被動。要喺第3班克服大外檔贏馬，戰馬必須要有超群嘅級數，但星幻明顯唔具備呢個條件，數據加賽道偏差，雙重夾擊，直接劃大交叉。7號天然數字長年大冷底子，3班無玩擊力，呢隻馬嘅跑法極度被動，往往要留到包尾等直路衝一段。如果早段步速偏慢，後上馬根本無可能追得上前面走甩嘅馬。加上練馬師喺3班中距離賽事嘅勝率偏低，呢種長年大冷兼跑法被動嘅馬，除非遇到極端嘅超快步速，否則落場只係遊馬河，無謂搏奇蹟，堅決放棄。14號金匯千歲撞正班制高牆，輕磅難掩級數差距。呢場3班賽事入面評分最低，好多人以為輕磅有着數，但喺3班，尤其係1600米呢啲講求長力同級數嘅路程，班制差距遠遠大過負磅優勢。呢場賽事有火悟空、安都呢啲具備2班潛力嘅怪物喺度，金匯千歲本身表現飄忽。要佢以4班頭、3班尾嘅微弱級數去硬撼一眾處於上升軌跡嘅強手，簡直係螳臂擋車。加上弱勢馬通常喺直落罅位都特別困難，容易被對手困死，直播率近乎0。大家啲血汗錢一定要慳返，清走晒啲伏馬，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8號火悟空，試閘狀態勇，幕後載緊搏殺格，全場最值得大家重注嘅，一定係姚本輝馬房嘅8號火悟空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大熱暫時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係平排躍出嘅，咁啊係嗰隻有熒光粉紅衫呢，就響較後嘅位置喎。好啦，前面快㗎嘛，中間有包裝戰士啊，響出邊奔放啊走咗上去噶啦。第3位出邊安可啦，發財先鋒第4啊，內欄第5有風象，中間第6仲有紫荊拼搏啊，灰馬第7位劍飛星啦，第8位啊紫衫紅眼罩有榮進大道啊，後邊個5匹馬風神啦，黑衫尾4係火悟空啊，尾3內欄呢，咁啊粉紅衫就係呢隻有熒光啊，尾位置話你知啊，暫時殿後係升價嚟噶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奔放啦。安可咧跟前嚟跑喎，響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包裝戰士啊，發財先鋒第4，內欄第5風象，外邊呢仲有呢隻就係紫荊拼搏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嘅淺紫色衫嘅後多層啊嘛，灰馬劍飛星啦，內欄紫色衫紅眼罩，仲有呢隻榮進大道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火悟空黑衫尾5啦，尾4埋邊風神啦，尾3外邊話你知，尾2粉紅衫啊有熒光啊，殿後馬匹仍然係升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似乎個步速唔快嘅喎。奔放啦，仲係貼欄放嘅，安可一路緊隨第2位啊，埋邊第3有包裝戰士啦，第4位係發財先鋒啊，第5位揈咗出去中檔啦，紫荊拼搏啊，響馬林裏邊揾位，紅眼罩紫衫榮進大道啊，揈出去外邊追係火悟空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，奔放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上嚟嘅馬有中間位置安可啊，紫荊拼搏入邊發財先鋒，出邊榮進大道追緊㗎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紫荊拼搏啊，外邊榮進大道一路追緊佢，紫荊拼搏仲係佔先，好有機會贏啊！上仗佢雖然因為食慾不振而退出，但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咁而卻步。
復課之後，佢試泥地大閘，展現出強橫實力，狀態直頭 fit 到漏油。今朝晨操助手快試完，輝哥仲緊張到由烽火台踩單車直奔馬房閘口親自接馬，呢種幕後動態簡直係搏殺格嘅最佳證明。重配爺馬拍檔艾少麗執韁，人馬合拍戰意如虹，絕對值得睇高一線，穩膽必捧。3號安都上仗受阻未盡發揮，後勁凌厲隨時反彈。呢隻馬近期表現其實非常令人鼓舞，大家千祈唔好被佢上仗跑第8名嘅賽績呃到。上仗佢運氣極度欠佳，去到最後350米嚴重受阻，但喺咁不利嘅形勢下，最終同程都只係輸2個馬位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黃琪琪，好，你一起步超易穩，橙3慢少少嘅，好啦。前面快嘅馬，中間英俊飛區啦，外邊呢有魅力之遙啊！最出高高至高第4位星環，第5位粉紅衫活力拍檔啊！咁啊中檔位置仲有呢隻呢就係風將啦，內欄嗰邊就安刀啦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咁啊起風連啦，尾4橙3超易穩啊，尾3內欄啦有金匯千歲啊，然後2匹馬型好威風，北斗福星內欄呢就暫時包尾啊！好啦，向住呢個1000米嘅段柱進發啦，前面呢就好鬆容擺咗喺前面走咯，英俊飛區啊，響外邊係魅力之遙嚟噶。咁啊第3位嘅馬外邊位置啊高高至高啦，內欄進佔第4係安刀啊，中間第5位粉紅衫有活力拍檔啊，咁啊再見到啦中檔位置白衫紅帽星環啦，內欄白衫上咗少少呢，仲有金匯千歲啊，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風將起風連啊，尾3位置就北斗福星，橙衫中間夾住響尾二呢就超易穩啊，暫時殿後響外邊呢就型好威風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英俊飛區都好輕鬆啊佔先嘅第2位嘅馬啦，中間有魅力之遙埋邊呢，紅帽就安刀啦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高高至高粉紅衫第5位到啦，響中檔有活力拍檔啊，出邊追嘅馬有星環啦、起風連啦，大外檔係型好威風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英俊飛區埋邊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中間魅力之遙上嚟過佢啦，但係中檔粉紅衫活力拍檔衝勢亦都相當凌厲，後多層嘅馬埋邊金匯千歲安刀啦，出邊仲有隻星環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佔先嘅馬係中間位置活力拍檔啊，埋邊。呢個表現絕對比表面睇出色得多，整體走勢亦反映佢嘅狀態仍然處於上升軌跡。今場配上衛紀力，只要沿頹後到順暢嘅跑程，無受到干擾，憑住佢極具威脅嘅凌厲後勁，絕對有望強勢反彈，殺入3甲。5號開心勇區，潘頓接手，實力強橫作配最穩。第3隻要拖埋嘅就係5號開心勇區，雖然上仗表現稍稍失準，但睇返佢之前連續4場非冠績啊，準程度極高，今場交俾冠軍騎師潘頓操刀必拼無疑。只要潘頓發揮出大師傅功力，幫隻馬守住黃金包廂位，入直路拉出嚟望空，絕對有足夠抗衡能力，作配腳極之穩陣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盲點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，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隻馬嘅航圈狀態，先好撲除啊！靈活走位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分析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今場邊隻馬後勁最凌厲？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場大豐收，我哋下次見。